再开好了，不要关。啊？哦，没有哈，OK。
咱礼拜调过要开始，请大家准备心来做礼拜。看我创造新天新地，前的事无搁纪念，也无搁追想。耶和华要常常引带你，伫空闲的地，互你心满意足，骨头臃肿。你要亲像灌压的鱼，搁亲像流未干的水泉。耶和华会赐福，互人好业。嘛无掺油分伫内面。三角来吟信息第52首，阳光归伫圣父上帝。信息52首，请大家掀开来吟，请大家起立。阳光归伫圣父上帝，阳光归圣耶上帝，阳光归伫圣神上帝，阳光归三位一体，阳光上帝，阳光主教万万岁，阳光归伫天蓝的主，虽然罪过无耶稣，阳光归伫上帝的主，各路在我外国，阳光上帝，阳光主的蓝麦穗，阳光落落高慢慢的，星体在水牙饮食，各管阳光无天无地，恶路就莫有丢丢，阳光上帝，万物与我高万岁。阿门。咱有缘徛伫咱用新的界面来三角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恁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个教界，伊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若安三听，恁若三听，正若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交读启文，启文第25篇，启文第25篇。咱看信息的后壁，25篇伫个39面，
我来客咱来应。我要举目望山，我的帮助是对耶和华来。伊要互你的脚摇踹，保守你的耶和华。你时海洋无伤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灾害。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咱即时三角来祈祷。稳定的主，阮感谢你，踮伫你的厝，亲像一家人，同吟诗三敬拜，嘛做伙关心服侍，恳求合一的神引带阮，互阮愿意伫逐人无共款的恩赐，伫主你的圣会来做水的干净。是起头，是落尾，是人类的愿望，是掌管未来，也是束缚源头的阿爸爸上帝。第旧年，阮的教会有诚侪兄弟姊妹身躯白痛，有艰难，有困苦，有流目屎。但是主，因阮的代祷，嘛有人得到主的保守，出院恢复，甚至得到医好。感谢主，你互阮的教会有4个红婴仔来出世。互阮的教会看到新的生命的美好，甲上帝产业的丰盛。亲爱的主，阮感谢你，想事有9天会过年的年假，你互阮的肉体会当得到教育的休困，会当甲诚侪亲人朋友相甲交陪问安，享受亲情友情的快乐甲满足，然后出外探亲。拢欢喜去，平安转来。一年有一摆新的开始，是上帝赐予咱的礼物，面对未来一年，求主帮助阮有阿伯拉罕顺服的心，相信所有计划拢有主的带领。面对人生逐项的挑战，求主互阮有约书亚，亲像智慧的神来充满。伫面对诚侪应有的事，求主互阮约束赢过侪困难。亲爱的主，求你帮助阮无袂记起头的疼心，兴起阮对福音的热情，对真理的追求，对人的关怀，帮助阮。若是阮对去教会，也是人性失望的时，求主，阮为因祈祷，互因会当回头自信来看耶稣，因为主你才是教会头，生命的主。人生是一个奇妙的旅程，无论是输也是赢，是成功也是失败，是较慢起头也是升到落尾。咱的主耶稣是咱的大牧者，伊的双手拢怀抱咱，帮助咱行往一条新国外的路。亲爱的主，帮助阮伫新的一年，阮所有计划拢有主你的参与甲带领。愿上帝将天顶的甘露、世上的培植、五谷甲新的酒，齐齐填满互咱每一个人。阮的祈祷是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下落咱要请圣歌队，因要吟的诗是《至大主上帝》，至大主上帝。
圣经今日是新春合堂礼拜，所以咱有读华语，甲咱会背台语的圣经，所以咱圣经记载伫《申命记》第34章第9到11、20节，《申命记》34章9到12节，我用台语甲华语来念一摆，咱三角做伙来听上帝的话。申命记34章第9节到12节，论会囝约书亚得到智慧的神充满，因为摩西捌看手伫伊的顶面，以色列人就听从伊，照耶和华所命令，摩西的来行。后来以色列中无搁兴起先知亲像摩西，伊是耶和华面对面所捌的。照耶和华找伊伫埃及对法老甲伊拢总的人神，以及伊会全地所行各样的神力奇事，也照大官人的手、大通囝的事，就是摩西所行伫以色列人众人的目睭前的华语。认的儿子耶稣亚，因为摩西曾经为他按手，他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听从他，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去做。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差派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以及他的全地，行了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出大能的手，行了一切大而可畏的事。刚多咱请黄之梅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新春欢喜，新年快乐！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从蛇年迈入了马年。愿以马内利的上帝保守看顾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时时刻刻让我们警醒，我们所当仰望、所当敬拜、所当尊崇的是哪一位？就是主，你这位大而可畏的上帝。愿主你的话常常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昼夜思想。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上个月底1月25号，在台湾发生了一件让全世界都关注的事情，就是美国极限的攀岩家 Alex Honnold， 他徒手攀登了101这个事件。有人说他是拿自己的生命在开玩笑，不可取，甚至于不可以让儿童不宜这样子。但是也有一些人反驳了这样的说法，他们说 Alex 所做的绝非一时兴起，而是做足了风险管理。他的风险管理就是除了他个人长期以来他自己的所做的一些训练课程，还有他在极限攀爬的这个经验上，他非常的丰富，还包括天气，除了他个人以外的因素，还包括了天气、湿度，还有风场等等的环境外在的因素，都成为他评估，就是风险管理评估的重点。像他原本是预计在1月24号进行这个攀爬的动作，但是呢，却因为天候环境不允许，所以呢，即使相关的工作团队都已经设定好，比如说直播啦、好拍摄啦，或者是围观的群众啊等等的，就是即使其他的相关工作团队都已经准备就绪，即使会让引颈期盼这次攀爬101的这个事件，让所有的这些就是路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这样子，可能让大家会大失所望，但是他绝对不会让自己暴露在
危险里面，他不会让自己，也不会让工作团队，也不会让群众暴露在不可预知的风险里，这是他做的风险管理。上帝创造我们人类，天生其实就有风险管理的能力，只是这个能力在起初还没有被系统化的训练。我们知道，一个胎儿他从母腹当中成长，他在母腹里的时候就会对外界的环境有反应。出生的时候，每一个胎儿出生婴儿、出生儿，他都会大哭。大哭的这个举动呢，就是让他的肺部可以迅速的扩张，并且可以把肺部的羊水、残余的羊水排出他的肺部，不然肺部有积水会怎么样？肺积水其实是蛮不好玩的一件事情哈，特别对我们长辈老人家。所以从其实整个怀孕一个新生命的开始，从怀孕到生产的整个过程，上帝给每一个新生命他都有风险管理的本能。今天这段经文是整本生命记的尾声，在新春大年初一，我们正式挥别旧历的蛇年，迈入另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在生命记的最后，以色列要从摩西的时代正式迈入约书亚的时代。不论是摩西还是约书亚，他们跟 Alex 一样，他们都做足了风险管理的功课，只不过他们这样子的风险管理却被上帝一一的否定。我们先来看摩西，我想这边有很多主日学小朋友对摩西应该很熟悉。好，他从小在哪里长大？小朋友，埃及，就是说在家里。好，摩西从小在埃及的王宫长大，在王宫长大，我们稍微年长一点的人都知道，在王宫长大的人，什么冷嘲热讽没有听过，什么权力斗争的黑暗面没有看过，都看过，都经历过。好，长大后呢，摩西还因为一件事情见义勇为，成为小朋友。平常你们主日学听说你们都很会发问，现在牧师在问你们，来，赶快脑筋急转弯一下。摩西他因为长大以后，他因为见义勇为而成为过失致死的杀人犯。好，摩西这位见义勇为的路人甲，他本来是路人甲，他其实就是路人甲。这位路人甲呢，却成为冲突双方就在可能几分钟不到的时间，他就成为冲突双方口中的杀人犯。在那个当下，摩西很快的用他的智慧跟经验做风险评估，在他的脑袋里面转了一轮，接下来怎么办？我会遇到什么样子？1、2、3、4、5、6、7、8、9、10，所有的步骤他都评估过了。最后，摩西选择什么？逃，对不对？好，摩西选择逃亡。逃亡以后呢，他逃到哪里？那个我们主日学校长在这边。好，校长呢，以后呢，小朋友如果给你刁的时候呢，你就用这一段来刁回去哈。好，所以以后呢，合班老师在讲故事的时候，小朋友你们要注意听哦，哈。好，他就逃亡了。逃亡之后，他就结婚生子，过着充实美满的放牧生活。他的风险管理做的真的是没话说哎，他没有选择回王宫哦。他选择逃，然后呢，逃亡以后，他就过得幸福美满的生活。好，后来呢，上帝就硬生生的打断摩西这么安乐的生活。几年？他逃亡了几年？好，回去问你们的爸爸妈妈。好，上帝就硬生生打断了摩西安乐的生活。其实等一下牧师也会讲到了哈，就呼召摩西成为拯救以色列的器皿。摩西再次启动了详细的风险评估，这个时候上帝呼召他，他的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又启动了。他在埃及整整40年的学识经历，各种明争暗斗、撒狗血的事件，这是他过去曾经经历的。更近一点，然后他在40年野地放牧羊群所累积的各种生存法则，牧师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们了哈。这2段经历
摩西都在跟自己说，都在向摩西他自己提出严正的警告说，你千万别做傻事。今天上帝呼召你，你千万别做傻事，你千万不要答应，一定要坚定的拒绝上帝。因为过去80年那么多的经验告诉你，不要做傻事。上帝呼召摩西的过程非常的精彩，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其实都相当的熟悉。摩西他虽然做足了风险管理，也找了许多充分的理由拒绝上帝，最终他仍然降服在上帝的大能与呼召，因为他是上帝面对面认识的人。面对面在表达一个什么呢？面对面是在表达他与上帝之间的关系非常的亲密，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隐瞒。摩西他会想尽办法弄清楚上帝的意思。还记得吗？在上一个主日，牧师有提到，当我们面对我们爱的人，他讲的话，他所说的意思，他要表达的，我们会想办法弄清楚。我们会想办法弄清楚我们所爱的人，他讲这个事情，做这个事，到底代表了什么？好，摩西也是这样，他会想办法弄清楚上帝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会跟上帝拌嘴，会争辩，会跟上帝摔跤。摩西就像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摩西也向上帝完全敞开，他坦诚。他虽然没有用嘴巴上说，但是当他在这么跟上帝摔跤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表明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确实是一个很自我中心的人。就是人的风险管理本能啊，我们会先想到自己，胳膊会向内弯嘛。在碰到危难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先想到自己会不会怎么样，我们的风险管理本能都会跑出来。摩西他的风险管理告诉他，他要将自己的人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因为他输不起，他也没有本钱输，他也没有本钱失败，他必须要将人生的风险降到最低，就像 Alex 一样。当时已经80岁、身经百战的摩西，对自己的风险管理可以算是做到滴水不漏啊。他相当清楚自己有多少能耐，但他似乎还不太认识上帝。他不知道上帝从来不会强迫他去做他能力所不及的事。首先，牧师的问题又来了，好，小朋友耳朵要打开，好。上帝要摩西去跟法老谈判的时候，是要他自己一个人去吗？好，上帝没有要他单独去找埃及法老谈判。上帝承诺会怎么样？上帝承诺会跟他一起去。好，然后呢，当摩西走到法老的面前，摩西手上有一根什么？拐杖。然后拐杖会怎么样？变成蛇。是摩西变的还是上帝变的？是上帝变的。然后再又变回来嘛，好，那是上帝做的事。好，接着呢，埃及法老还是非常心刚硬嘛。后来，上帝有没有要摩西弄出个什么石灾来胁迫法老？有没有？好，上帝有要摩西弄吗？好，石灾是谁弄的？好，上帝弄的嘛，那些都是上帝做的。一直到法老愿意放行这么一大群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上帝也没有要摩西拟定逃亡路线、行程规划，他也没有要摩西提出预算报告。你这一趟这么多人怎么吃？好，吃的从哪来？好，预算呢？来，编列预算出来给我看看。没有，上帝没有，上帝只要摩西你就安静站在那里。因为上帝必会亲自征战，意思是摩西，你只要站在我呼召你的位置上，你只要好好的站在我所呼召你的那个位置上，静观其变，其他的我都会替你解决。
你只要照着我所说的去做就好了。摩西的风险管理在上帝面前完全起不了作用。从摩西的角度来看，上帝似乎把他放在一个充满故意，而且是故意的。埃及法老，哇，这么威严的一个人，上帝似乎故意把摩西放在一个充满风险又完全无法掌控的环境里。不论是在法老的面前，还是在红海的岸边，又或者是身处一望无际的旷野，这些都让摩西感到非常的无助、茫然失措，感到力不从心。当我们面对突如其来的噩耗，或许也会问：为什么？我不晓得小朋友，你们觉得你们现在的噩耗可能是什么？为什么去年我的红包有2000块，今年只变成1000？这是噩耗吗？好，为什么阿嬷去年有给我，今年忘记给我了？我的红包就这么飞掉了，是不是？这是你们的噩耗。当我们面对人生突如其来的噩耗，会问为什么？为什么上帝要让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我做足了风险管理的功课，我这么照顾好我自己，我这么盘算着每一步的计划，但为什么上帝仍然不放过我？我到底是有哪里做的不够多、不够好吗？很多时候我们会这样子问。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常常把一个事件看得比一个人的生命状态来得更重要？我们常常会把这个人经历了什么事看得比这个人与上帝的关系更重要。于是我们会很同情摩西的遭遇，对于摩西的拒绝感到理所当然。今天如果是摩西，我也会拒绝。为什么这件事情一定要我去做？还有这么多人不去找，为什么偏偏要找我？同时我们也会对上帝的安排觉得不可理喻，完全不可理喻。因为在我们的风险管理的评估项目里面，上帝似乎永远缺席。很多时候都是我们撞破头了，所谓人生的尽头是上帝的起头。很多时候都是当我们撞破头了，才想到我还有上帝。可是这个上帝从来没有在我们一开始的风险管理的评估单里。我们就先来看摩西，我们就继续来看今天的经文。摩西是第10节说，摩西是耶和华上帝所面对面所认识的人。11节说，耶和华上帝差派摩西在埃及行了各样的神迹奇事，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出大能的手，行了一切大而可畏的事。这是上帝，上帝与摩西面对面，上帝认识摩西，上帝差派他，上帝行了许多大而可畏的事。就在摩西几乎忘了还有上帝存在的这个时候，上帝依然认识他，依然关注他的需要。上帝所关注的是摩西这个人的生命状态。上帝其实是他关注的是摩西这个人的生命状态。意思是在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其实正持续为自己在雕刻偶像。他虽然在米甸跟着他的岳父，跟着他的媳妇儿，跟着他的孩子过得安乐的生活，但是他其实不断的在为自己雕刻偶像。这个偶像是什么呢？这个偶像就是摩西他自己所能仰赖的一切。他不断的训练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风险管理者，要将一切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因此当上帝拣选呼召并且差派摩西走出舒适圈的时候，其实就是要摩西把他所雕刻的那些偶像给摔碎。上帝要摩西把他一直以来所仰赖的那些智慧经验，把他的风险管理给放下。上帝不是否定摩西这个人，
也不是否定摩西他所做的一切的过去以来一直的努力。风险管理确实很重要，只不过当上帝呼召你的时候，当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上帝要摩西认清一件事情：从前你倚靠的是你自己，但是从现在开始，你要学习倚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你的上帝。弟兄姐妹，我们都因着上帝的呼召成为基督徒。基督徒的这个身份，有没有越过你在公司的、在职场上、在学校里的位置跟职分？在我们每天忙忙碌碌、朝九晚五，或者是轮班、不定期的这样的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有意识到，我们其实是被上帝呼召的基督徒？我们都是被圣灵感动而立志跟随主耶稣的。我们没有用一堆好像很场面的话，或者是一些很澎湃的那些励志呼召的那个场合说，来受洗怎样怎样的，然后就莫名其妙糊里糊涂的受洗了，然后又没有人喂养你们。我们都是被圣灵感动，决志，很清楚的知道我要决志立志跟随主耶稣的基督徒。农历新年正式展开，在新的一年，上帝是否会突如其来的又把我们带离了某个舒适圈，进入风暴里面？又或者你现在或许也正在经历某一些风暴，就在上帝无预警的把我们放在暴风圈的时候，我们是否会像摩西在自己所能容许的风险管理中找一堆理由抗拒、推辞，或者一直在问为什么？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不要一直停在为什么。会问为什么是我们的本能，上帝也知道，但是我们不要一直停在这个层次，也不要一直检视自己的风险管理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因为能带领我们冲出风暴的绝对不是我们自己，而是上帝。上帝他既然能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命题，他能够出这个题目，他就一定有答案。上帝既然能命题，就必定会有解答，他从来不会将我们担不起的担子放在我们的肩上。当上帝让无常临到我们，在那个当下，我们必须要弄清楚，我们所倚靠的到底是谁？所倚靠的是钱财吗？还是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所倚靠的是医疗体系，还是我们倚靠的是我们的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已经很习惯去倚靠那些我们为自己所建构的、所雕刻的那些偶像，如果我们已经很习惯依赖自己的风险管理的能力，那么如果有一些突如其来的暴风圈临向你，那么这些突如其来的转变，其实是我们得以破除偶像的机会啊！当这些风暴临到我们的时候，那是我们的机会，是上帝给我们可以破除我们所雕刻偶像的机会。这些突如其来的风暴，正是让我们得以与上帝面对面，好好的认识他，并且亲身经历他救赎的时刻。就像雅各书也说，在遭受各种试炼时，我们都要认为是大喜乐，因为我们的生命会被重塑，我们会更加的透过这个事件，我们会更加的认识我们的上帝。摩西他从拒绝到接受，他从做足了风险管理到凡事交托，一路上他不断被上帝破碎，又被上帝重塑。在他人生的终点，也就是我们这2天的读经进度，在他人生的终点，他领受了莫大的福分，
就是上帝带他爬上了尼波山的山顶，观看整个应许之地。还记得吗？在创世纪，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这么开展在摩西的眼前啊。上帝对亚伯拉罕应许什么？他说：“你要从你所在的地方，向东南西北四面观看，只要你看得到的，我就要把它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只要看得到的，上帝都赐给你。如今在摩西的眼前，这个应许已经实现了。摩西看到了，他用他信心的眼光，他用他的信心看见了上帝必成就的一切。他用他的信心承受了上帝丰富的赏赐，就是应许之地。他心满意足而死，没有任何的遗憾。摩西死后，约书亚因着摩西为他按手，就被智慧的灵充满，要接续摩西未完成的使命。上帝一样要约书亚把他的风险管理放下，只要约书亚刚强壮胆，谨守遵行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只要刚强壮胆，谨守遵行摩西所吩咐的一切，上帝就必亲自为他征战。如今我们这一群被智慧的灵充满的基督徒，或许正如同约书亚面临一个突如其来的呼召，面对人生突如其来的风暴，面对上帝的雕琢以及重塑。当那个时候来到，我们要求圣灵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得以分辨所要仰赖的是谁。绝对不是我们的势力才能，也不是经验法则。求主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抓住每一个能从死里复活顶头西的机会，面对面的认识那位其实并没有太远，就在我们心里，但却是大而可畏的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用万事为我们效力，是要磨练雕塑我们，让我们得以如同摩西，如同约书亚，能够面对面的认识你，让我们得以在你里面享受出人意料的平安与丰盛，让我们得以因你的救恩夸胜，奉我们上帝的名树立旌旗。感谢主，让我们得以持守这份起初的爱与呼召。愿主帮助我们能持续在你大能的膀臂中见证你的作为，并在这一切事上懂得敬畏你。我们将同心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回应诗信息第348首，我踮伫主的疼痛。请会众起立来吟信息第348首。我踮伫主的疼痛，心若无叫心情，只欢心可尽稳当，地教引我无病，虽说是为无云朵，我心操我无敌，主的心必保我，何必烦恼惊惶？主错无论定了的，我不回头是我，多么加的我心病，我拢不必要。主给你的歌名，把酒引我归母，已经把手两路边，我被丢的我处。
请坐奉献，咱请东方的同工。请咱大家起立来吟奉献的诗。请坐。哦，孝顺的我们真要。来，咱来看公道吼，咱青春若是关心，咱来看公道的事项吼。咱教会公道，教会仪上共款是神传正信徒，万民该做事。我嘛，咱换一首读经祈祷，委身服侍，彼此相听。咱第一项为了愿主保守咱伫即个新的一年，咱伫咧逐款的试炼的中间，会当搁较来认捌、坚定来倚靠上帝，来诚做大喜乐。咱继续为咱的肢体、王兰、淑慧、丽水、清光、林和、孙基、若玲、龙志、武龙、余诺、秀荣、志坚、雅娜、义君、婉柔甲子瑜，拢咧坐月子吼。啊，咱也为手术中啊出院的市民甲侨民来祈祷吼。咱佮第三，为了过年期间全家团圆，会当出入平安，耶稣基督的疼充满伫咱福音的朋友喜乐相随。第四项，愿世上有为了咱的国家啦吼，有政权一切会当来敬畏咱上帝大权能吼。咱为了这事来祈祷，咱即时三角出声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你是阮的主，是阮的上帝，你就是保守照顾阮。主耶稣，你的神袂当保守你的力量，是阮的主。主耶稣。主耶稣，主耶稣，你主耶稣，哈利路亚，主耶稣，我对你三角弟弟，我感谢天父，做阮的主，做阮的上帝，做阮的贵人，做阮的大官、大好位的上帝，哈利路亚，这是阮的主，这是阮的天。
听人祈祷的主啊，见若有迄气的，拢要就近你。感谢你听阮恳求的声，你的目睭看过敬畏你，搁仰望你主爱的人，因为你是大搁通敬畏的上帝。阮时常要求叫你，你来祈祷，你会甲阮听，阮来找你，专心找你，你就要互阮拄着。疼痛全人类的主，伫即个全新的日子，阮要看见主的恩典要做年冬的免流，阮的路径拢有油你伫。你挽救伤心的人，医好破病的人。主，你也祝福阮的教会教室日日奋兴进步，中至牧师同心合意。会友三听和睦，互阮的教会伫这社区活出存在意义，互众人看见听的记号。这是阮来用你教示阮的主祷文，安尼来祈祷讲：阮天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你行，伫地里亲伫天里。阮日息也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后赦免辜负阮人。无你带阮入去，就救阮脱迄个海，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代代尽。阿妹，煞接下来报告吼，今仔是新春的礼拜吼，真欢喜大家今仔日我一届组织来遮社会来礼拜，新春第一天就来朝见神吼。好，要报告大先。先起问吼，好，因为吼，我安尼爱挂目镜者吼，我普通是无挂，因为我今仔吼要关怀部啊，小爱每一个吼，我大概有看有一集，应该都还 OK 吼，所以来我们吼，咱先来讲一个啦吼，新年恭喜，耶稣听你，上帝祝福你吼，咱来安尼互相请安，就我讲哦。新年恭喜，耶稣听你，上帝祝福你。再说一次吼，我们这样来祝福给我们旁边给咱所有厝内底人，过一摆哦。新年恭喜，耶稣听你，上帝祝福你。好，我要来介绍，咱是为咱的牧师的大家庭哦。咱牧师吼，前几工做阿公阿嬷吼，少年阿嬷，今仔才刚。听讲牧师今洗一个头，看较老者，无大家讲无像阿嬷，无像阿嬷吼，牧师吼，牧师子瑜坐月子子爱在上面，阿嬷牧师妈牧师妈就一张，真久无看牧师妈这是咱的牧师的家庭过来。为这边开始来阮兜那离较近。好，来陈文和、张兰、我哥、陈义祥、若愚，还有我们今天还有以赖，我们的陈以赖3个月今天出关，第一天来建成教会好，谢谢。我们今天都没有听到哭声，乖乖敬拜上帝然后你在是去困我看无OK， 我昨天最后。早上困阮兜无甲我吵，因为我就歹困的，好佳哉，还很乖来，这我们陈家，我们女儿婉柔在坐月子来，过来就是潘家、潘语言、吴雅玲，还有我看到潘杰、潘婷婷潘婷婷，来，我们再来就吴家、吴五郎长老来，请立，还有丢妞牛，还有徐丽娟。还有吴博彦，还有可晴、海洋，还有心如，今天为我们弹琴过年我们心如最辛苦了好，我们有心如的爸爸妈妈来，心如的爸爸妈妈我有看了来，心如的爸爸妈妈，还有弟弟妹妹心如弟弟妹亲家来这五郎的亲家不错，来，那我们就接着看到我们。俊杰、雅娜嘉南嘉有没有来？嘉南嘉慧，还有阿公清光，阿公在哪里？在嘉南前面。嘉南前面不要紧，有看到来，咱就是这个俊杰就是咱圣国队队长啦嘉南嘉
佳佳哈，佳乃是在家里念书，好，请坐，好。过来，光源，我们刚得到博士学位的光源，请起立。哦，刚刚很厉害哦，60岁才拿博士学位，很厉害，辛苦。过来，我来看，来我们的邱家，我们雅明跟赵明，还有全齐，海芬，还有我们主席主配刚刚回答圣经节都是主配在回答，是不是哈？好，请坐。主配认真有听主日学老师的话哈，不错。来，咱来进展一下来透早请西东引导来做礼拜哈，进展一下带了很红色的领带，很棒。来，阮的陈家哈，来，阮的陈阿姆哈，阮的三姐嘛，义红还有碧妍姐，儿大宜兴不是宜兴儿大弄较悬啊咧吼，搁庭芬迄阮的三姐妹的家族搁先选好往迄边看，豆腐兄加玲玲。英英在上面英英是另外一个家，不能算。搁阿雅哈，来豆腐兄 ，OK， 豆腐兄加玲刚有看到，我接着看是甜碰兄春之姐现在在静养中越来越进步了哈，我们有进到看后春基姐春基姐也是大家的祷告中越来越好，感谢神哦。快来了，文聪，文和的堂弟文聪、郑红，还有他的媳妇还孙子婆婆没有来他带来好，没有看到他们来我美露看一下，我刚才第一没看到美露还有美露有，我刚刚没有看到，不好意思就是过来一下，张正道长老跟长老娘我有看到了张正道长老。过来后面是郭家嘛那个谁？我对了，才文聪他们刚才，文聪跟郑红还有我们婆婆来姨孙来太太那个我的宇翔的堂弟跟那个媳妇还有孙子去年生一个宝贝的孙子今天也一起来做礼拜，好，就是这孙子呢，这个够注意好，来我们的郭长老款这郭正尧牧师大家拍手，郭正尧牧师为台南起来季爱听说刚迄个小可感冒，所以没有办法来OK， 为他们祷告，赶快恢复。来过来是保育姐嘛谁我看到雪英姐雪英姐雪英姐呢也甲高开头。雪英姐老身体好，90几岁还是很强壮都有来做礼拜。来，陈周阳周阳今天怎么一个人呢？周阳周阳如果有来的话，他孩子都会一起来，也今天没有看到。好，过来谁？翁定信，定信刚刚怎么没有跟翁冠文呢？定信，冠文全家好了，冠文全家定信，冠文淑慧，Jenny 定信跟冠文他们是一家人好，我们昨天晚上碰面，过来是浩志 ，OK， 浩志，过来了赖胜雄，玉妮姐有来吗？玉妮姐，雅各有来吗？来赖胜雄跟玉妮姐你看看起来，我看到点老卡雅各的老卡好，玉妮姐每年的过年都会来，我们秀龙姐是阮堂姐加 Jenny 丽莹来，谢谢大家为她身体祷告。再来就是我们的即将要当新南光的我们的刘佑豪好人看者刘佑豪Cindy 没来太太今天没看到来，再来就是蓝家的蓝佑书执事的全家全齐，还有泽香还有弟弟一起3个 OK 我多有看无爱珍刚刚不好爱珍，刚刚我们陈丽娟是我小姑，怎么没有一起站起来？
啊，有吗？有起来哈，有。这位也是丽娟长老。丽娟是陈丽娟是我的。丽娟长。丽娟是我们的。丽娟长老。没关系，阮的小姑哈，他当幼稚园园长45年哈，园长有幼教问题可以请教他，选幼稚园他都很清楚。好，那上面哈，哎，楼上就只有那个郭哦，那个英他们还有小雨钟琴、吕长老全家，哦，还有吕长老全家，还有那个钟琪、周小光哈，一起他们全家好，新年快乐哈！我拄仔讲的，搁讲一摆，咱讲一摆，咱就结束，咱今仔日新年恭喜，来预备起，新年恭喜，耶稣听你，上帝祝福你。好，我来报告哈，咱今仔日报告真简单哈，来。大年初一吼，今仔日真欢喜，大家欢喜来见面。有今仔日是新春的称谢礼拜啊，咱牧师也是咱教会有准备金句红包哈，咱礼拜所会当去看。有些很奇妙哦，上帝那个话哈，就是那个金句，就是对你讲。我记得我们媳妇我女儿之前就有说好像要为你预备，好像会生孩子，结果就生了，感谢主哈。所以我们要看我们上帝的话要跟我们讲什么哈，那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哈，藏在我们心里面。再来礼拜后哈，咱今天无爱餐啦哈，但是我们关怀部有准备柑仔哈，今天的这个柑仔是个探柑嘛哈，这比较有意思哈，探柑啊，加一寡点心吼，啊，请咱10个老婆来交易，互相拜年开讲话。第三新春期间的聚会广告，咱来注意者，16号到22号过年期间，教会周间的礼拜拢暂停。第二吼，就是22号，咱9点半主日礼拜拄好年假结束，所以咱赶快是和堂礼拜吼，和堂礼拜好。奉献面世吼，新春的拄好新春年假吼，所以咱今仔日就无开这个奉献明细吼，就是。今仔日的奉献甲27号的奉献会做会伫22号的周报一并刊登吼，甲咱讲者。好，今仔日咱的报告到这，咱来唱上云513首，愿主祝福保护你，信息，请咱大家起立来吟。上帝疼痛信心的呼吸甲恩惠，保守恁的性命，祈祷主上帝，我靠伊赶过一切风险，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现在新春礼拜到这，咱较等去楼骹来喝茶点，大家三甲拜年，来互相恭喜新年快乐。